永族变平安的，该林从的满级吧，将这场那多几场，跟着就是把钱不错，把刚罗龙中，直到关键的批评责任。当大的至尊第13场那人不切，西藏罗龙县直到大寺院。弘法之行，至尊第13世扎那仁波切的人事之道大寺院。阿弥陀佛在心间，快乐在人世间。阿弥陀佛在心间，他教我到了上次快到自度大寺院的时候，突然就是撞到了这样，这么长的时间了，那不是阿弥陀佛驾临到自度大寺，因为诸佛菩萨欢喜迎接大不上师，正是为了向自度大寺院的僧众与民众虔诚的信人迎接大宝上师。大宝上师讲解菩提道，听课的民众。大宝上师主持自度大寺院新建的天幕与洒金开光。大宝上师跟菩萨界虔诚的民众忍受菩萨界，迎接大宝上师。大宝上师讲解三主要道。阿弥陀佛，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，让众生得解脱。阿弥陀佛，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，让众生不彷徨。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，这条路一直往前去。感恩您，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，生生世世走下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不断念下去。
生的净土，让众生的解脱。阿弥陀佛，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，让众生不彷徨。感恩你，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，这条路一直往前去。感恩你，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，生生世世走下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不断演下去。感恩你，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，这条路一直往前去。感恩你，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，生生世世走